來看民眾去報案哦，講佇新北市三重埔有一個查甫人半暝時會用鋼槌啊去講路人的流浪貓仔，貓仔是攏著傷。警方昨暗通知一個39歲嫌犯到案，伊承認犯案，也毋過是無交代動機。伊毋但違反動保法，嘛因為貓仔著傷真嚴重，這案已經以刑事案件交予地檢署偵辦。佇個巷仔安尼行過來行過去，查甫人雄甲骹步停落來，按袋仔內底甲家私撒出來，對機車邊啊大力甲降落。貓仔驚甲趕緊走，聽甲哀哀叫，半暝出現這款聲嘛，引起當地住戶的注意。我以為是貓跟貓之間在吵架，因為很常見。然後想說看一下到底是哪隻貓在吵架，看一下監視器，才發現這件事情很嚇人。怎麼沒有這麼惡劣？因為它是。身上就是帶着那個兇器。傷害動物的案件就發生在新北市的三重埔，轉去到3號路4段現場，不時會當看到一寡貓仔，其中這隻號做柑仔的流浪貓仔，煞佇16暗時10點外去互人攻擊。這支生鮮的鋼槌仔，就是犯案的家私。警察佇咧過當工，就掌握到嫌犯的身份，通知39歲姓謝的查甫人到案。雖然伊承認有動手，啊，毋過對着動機，伊是交代袂清楚，講伊是驚到遐看到貓仔，雄雄出現要甲攻擊的想法。動保處並在17日晚間21時救援案貓，傷勢嚴重，後續將持續接受治療及觀察。行為人蓄意攻擊貓致重傷，將由警方移送地檢署偵辦。去用攻擊的流浪貓仔已經去動保處找到，送病院檢查，發現正面的面側傷，也閣有後骹的指甲斷去，嘛有氣胸，會閣繼續觀察治療。因為貓仔傷甲真嚴重，新北動保處認定查甫人違反動保法，這已經牽涉刑事的責任，會交予警察，再閣移請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